兰州拉面咱给它租下来了，朋友们，不是卖面了啊，是咱的店面又升级了，又扩大了。目前我所在的地方是汝南县的三桥镇，咱的6.8米收割机专用拖车的直营店，里边正在装修，门头已经打好了。这都是我给这个视频上，包括这个直播里边给大家说的啊。公司个人户，保险恁自己出啊，审车恁自己审呐，没有管理费啊，提档过户随时都可以，都是免费的。哎，直接给恁打到门头上。咱的价格大家都知道，6缸260的17万5800，全部落地办起，透明啊，价格透明，政策透明，直接给恁打到招牌上。所以说这个农忙马上都结束了，有这些这个离驻马店远的农机朋友们，到三桥镇咱的直营店来，24小时之内都有人在这值班，给大家看看吧。